俗语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立冬补喙空，这个意思是节气到立冬的时就会使食补啊。这个立冬是代表寒人已经到啊，伫国历的11月初7还是初8，像这是2021年玉山立冬了后头一场雪。这个气象局玉山观测站的人员伫透早5点外就发现有落雪。啊，立冬这个节气上适合进补，因为古早时代较早农业社会经过规年的付出甲打拼。体力会较实，即需要进补。像富林这间宫庙，伫立冬的时专工传这中药材，炖300公斤的排骨，和乡亲进补去寒气。啊，有的乡亲会食姜母鸭、麻油鸡、羊肉炉等等，也是炖四物啊8丁10全来补。不过，中药师提醒讲，立冬食补嘛唔通一下就补过头，会使先补脾甲胃。今日讲的俗语是立冬补喙空。